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《人類觀察課》嘅奇案迷蹤。講到花木蘭，大家腦海入邊浮現嘅可能係迪士尼嗰套動畫，又或者係袁詠儀、趙薇、劉亦菲嗰啲形象。喺大眾認知入邊，佢係一個姓花、代父從軍、為國捐軀，或者榮歸故里漢族孝女。但係如果我哋翻去歷史嘅案發現場，拆解木蘭辭入邊嘅每一個字，你會發現一個驚人嘅真相：花木蘭好可能唔係漢人，佢甚至唔係姓花，而係一個生活喺北魏鮮卑政權下嘅職業軍人。我哋會從歷史背景、文學演變、性別政治同埋民族融合四個維度，深度分析呢位傳奇女子嘅真相。要揾真相，一定要由最早嘅文獻《木蘭辭》入手。呢一首詩最早收錄喺陳代嘅古今樂府，但描寫嘅背景明顯係北魏對抗柔然嘅戰爭。《木蘭辭》第一段就話：尋夜見軍帖，黑漢大點兵。呢一句係全詩嘅靈魂。喺漢人嘅正統觀念入邊，皇帝先係最高統帥，點會叫黑漢？呢個稱號清楚話俾我哋聽，木蘭效忠嘅對象係北魏嘅鮮卑皇帝。當時北魏實行兵民合一嘅部落兵制，木蘭屋企擁有軍戶身份，所以軍書12卷，卷卷有爺名唔忿氣。呢一種強制性嘅兵役，唔係你想唔想去，而係成個家族嘅政治義務。詩入邊提到暮宿黃河邊，朝辭黃河去，暮至黑山頭。黑山即係今日內蒙古嘅薩虎山，係北魏同柔然交戰嘅前線。木蘭嘅進軍路線完全係北魏拓跋氏由平城即係大同出發，北伐柔然嘅軍事路線。呢一點直接粉碎咗木蘭係隋唐時期或者漢代人物嘅傳說。願借明駝千里足，送兒還故鄉。點解唔係騎馬而係要明駝？鮮卑族起源於大興安嶺，後來南下，對駱駝嘅運用非常成熟。木蘭可以喺戰場生存12年，佢嘅軍事技能絕對唔係臨陣磨槍，而係鮮卑民族全民戒兵教育下嘅成果。歷史上木蘭根本唔姓花，呢一個姓氏嘅出現係文學創作漢化同商品化嘅結果。北朝民歌入邊，佢只係叫木蘭。木蘭護蘭喺鮮卑語或者古突厥語入邊，可能係指綠或者林木，係一個好普通嘅名。由唐代開始，唔同地方為咗爭名人故里，幫佢安咗好多個姓。例如唐代和州志話佢姓朱，元代碑刻話佢係魏氏，亦有文獻記載佢叫任木蘭。真正令花木蘭3個字定型嘅係明代鬼才徐渭，即係青藤老人。佢寫咗出雜劇叫《四聲緣》，入邊有一節黐木蘭代父從軍。佢為咗令戲劇效果更豐富，覺得花字夠嬌艷，同木蘭嘅英氣形成對比，所以幫佢改咗個名叫花木蘭。由明代開始，呢一個姓氏就同佢綁死咗，甚至取代咗歷史嘅模糊性。好多人覺得奇怪，一個女仔點可能瞞到12年？我哋要分析當時嘅社會結構，同受儒家思想束縛嘅南朝漢人女性唔同。北方游牧民族嘅女性地位相當高，佢哋要管家務、騎馬、射箭，甚至要參與部落決策。喺呢一種風氣下，一個女仔生得高大、識得打仗，喺軍營入邊未必會被視為異類。當時嘅軍服盔甲係非常笨重㗎。木蘭代父從軍，好可能係以軍戶代表嘅身份入伍。喺大混戰嘅年代，大家生存都成問題，邊有人日日去 check 你係咪女仔？加上鮮卑人本身輪廓深，男女身體特質嘅差異喺厚重盔甲下可以降到最低。喺傳統教育入邊，我哋成日將木蘭代父從軍睇成一種高尚嘅自我犧牲，但如果我哋用北魏兵制，即係府兵制雛形嘅邏輯去睇呢件事嘅真相，可能更加冷酷。北魏係一個以軍事立國嘅政權，實行軍民分治。如果你家門被列入軍戶，你就係皇帝嘅私人武裝。軍帖一度卷卷有爺名。如果你阿爸老咗去唔到，又冇成年男丁，成個家族就會被視為違抗軍令，輕則充公財產，重則全家治罪。
木蘭嘅孝其實係喺滅門之災面前嘅唯一選擇。佢唔係想做英雄，佢係想保住個家。想象一下，一個後生女每日要同成班粗魯嘅士兵食住喺埋一齊，仲要面對悠然騎兵，當時被稱為鬼兵，作戰極之兇殘嘅衝擊。木蘭嘅心理素質絕對係職業軍人級別。詩中講將軍百戰死，壯士十年歸。呢12年入邊，佢見慣咗生死。心理學上，佢可能產生咗一種戰場適應性，令佢喺性別模糊嘅狀態下生存。點解漢人政權咁中意木蘭呢？北魏孝文帝推行極端漢化，改漢姓講漢語。木蘭嘅故事正好係一個完美嘅樣板，佢展現咗游牧民族嘅武力，同時又符合儒家思想嘅孝。對統治者嚟講，木蘭係一個民族融合嘅成功產品。佢打嘅係外敵，守嘅係中原價值。去到唐代，木蘭開始被正式神格化。唐代係一個胡漢混血嘅朝代，李唐皇室本身就有鮮卑血統，所以佢哋對木蘭呢一類形象感到非常親切。唐朝文人開始幫木蘭寫詩，將佢嘅形象由粗獷嘅北方女仔修飾成深明大義嘅根青。呢一種挪用係為咗建立一種跨民族嘅國家認同感。好多人話點可能唔發現佢係女仔？咁我哋就要用物質文化史去拆解。喺古代長途遠征，士兵幾個月唔沖涼係常態。北方天氣凍，衫搭衫，加上鮮卑人着住嘅係窄窄，一種窄袖長褲嘅胡服，同漢人嘅長袍大袖完全唔同，非常遮遮掩掩。咁至於生理期，喺極度營養不良同高強度勞動下，女性好容易出現運動性閉經。木蘭喺戰場上好大機會已經將自己嘅女性特質壓抑到最低，冊封12轉，賞賜百千強。木蘭喺軍隊入邊唔係做細兵，佢係做官。12轉係好高級嘅軍功，做咗將軍或者高階軍官。佢可以有自己嘅帳篷，有自己嘅親信，或者係佢嘅家丁。有咗權力空間，要隱瞞身份就變得容易得多。嚟到現代，木蘭嘅意義又變咗。1998年嘅動畫版將木蘭塑造成一個尋找自我嘅美式英雄，呢個同原著完全相反。原著嘅木蘭係想回歸家庭，即係詩中嘅當槍李雲鬢對鏡貼花黃。西方視覺將佢變成一個反抗家長嘅叛逆少女，呢種係一種文化對接，將木蘭變成咗普世價值嘅符號。一方面，木蘭證明咗女人可以做得比男人更好，但另一方面，佢必須要變成男人先可以獲得成功。呢一個係咪一種真正嘅解放，定係另一種對女性特質嘅否定？我哋今日追尋木蘭嘅歷史真相，發現佢可能唔姓花，唔係漢人，甚至可能係一個喺血腥兵制下掙扎嘅鮮卑軍戶。但呢啲真相並無損佢嘅偉大。花木蘭真正嘅真相係人類對打破束縛嘅渴望，佢代表咗一種超越性別、超越民族嘅勇氣。無論佢係北魏嘅托拔氏戰士，定係大明王朝嘅花姑娘。佢喺木蘭辭入邊嗰種萬里赴戎機、關山度若飛嘅英雄氣概，已經超越咗真實嘅肉身，變成咗東方文化入邊最硬頸、最活生生嘅符號。要了解木蘭嘅英雄感，就要知佢打緊乜嘢仗。好多人以為木蘭係打匈奴，其實係柔然 Roran。北魏皇帝拓跋燾好討厭柔然，甚至幫佢哋改咗個花名叫魚魚，意思係好似蟲咁爬。柔然係一個極之強大嘅游牧政權，佢哋嘅騎兵移動速度極快，係當時世界上最頂尖嘅輕騎兵。木蘭萬里赴戎機，其實係要去對抗呢一班草原狼。北魏對柔然嘅戰爭唔係一場大戰就打完，而係長達100年嘅騷擾同反擊。木蘭喺軍隊12年，呢一段時間好大機會係參與咗北魏歷史上最著名嘅北伐。史書記載，北魏軍隊要橫跨戈壁沙漠，水源斷絕，糧草不足。木蘭作為一個女性，要喺呢一種極端環境生存，佢嘅體能同意志力其實已經超越咗當時大部分嘅男人士兵。
由宋代開始，木蘭嘅故事開始進入文人表述階段。呢個過程其實係一種性別閹割。北朝嘅木蘭係英姿騁爽㗎，但去到宋代，理學興起，文人開始擔心一個女仔喺軍營12年清白點算。於是宋代嘅版本開始強調木蘭點樣守身如玉，甚至加插咗一啲佢點樣拒絕將軍追求嘅橋段。原本一個關於生存與責任嘅故事，被降格成一個關於貞操嘅故事，真係吹脹。去到清代，木蘭直情被寫成一個精通琴棋書畫又要包腳，即係纏足嘅矛盾體。小說家為咗迎合當時讀者，將木蘭描寫到好似一個女扮男裝嘅才女。呢一種描寫完全脫離咗北魏鮮卑女性嘅真實生活。近年嘅考古發現，為木蘭嘅真相提供咗最強有力嘅物理證據。喺蒙古同中國北方出土嘅鮮卑墓葬入邊，考古學家發現咗一個驚人事實：唔少女性骨骼嘅肩膊、手臂同大腿骨都有長期騎馬同射箭造成嘅病理磨損。呢一啲痕跡同男戰士幾乎一模一樣。喺一啲高階鮮卑女性墓穴入邊，隨葬品唔係珠寶首飾，而係弓箭、短刀同馬具。呢一點證實咗喺北魏時期，女戰士唔係特別，而係一種階級常態。木蘭可能只係呢一班鮮卑武裝女性入邊唯一一個被寫入歌謠、流傳後世嘅幸運兒。如果我哋用古漢語同鮮卑語，即係亞爾泰語係去對比，會有新發現。漢語木蘭係指一種花，但係鮮卑語入邊類似嘅發音 U 蘭或者烏蘭，往往同綠或者紅色有關。喺游牧民族文化入邊，用動物命名係非常普遍嘅，所以歷史上真實嘅木蘭，佢個名可能同花完全冇關，而係一個充滿草原氣息嘅紅色嘅鹿。點解今時今日全球仲咁關注木蘭？喺現代中國論述入邊，木蘭被塑造成愛國主義嘅象子，但係諷刺嘅係，木蘭效忠嘅北魏喺當時南朝漢人眼中係索虜，即係擇變嘅野蠻人，將一個鮮卑戰士轉化為漢族愛國英雄，呢個係歷史發展中一種有趣嘅認同轉換。荷里活電影，尤其係2020年真人版加入咗戲嘅概念，將木蘭變成一個超能力者。呢一種做法其實係消解咗木蘭作為普通人代父從軍嘅偉大。木蘭嘅真相唔係佢有幾打得，而係佢作為一個凡人點樣喺殘酷嘅制度下守護家庭。至於花木蘭嘅真相究竟係乜？真相唔係一個特定嘅人，而係一種歷史嘅合力。佢係北魏鮮卑女性嘅勇氣，係漢族儒家孝道嘅投射，係文人對英雄嘅渴望，亦係現代女性對平等嘅追求。當我哋讀到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嘅時候，我哋聽到嘅唔單止係織布聲，而係一個跨越千年、不斷自我演化、永不磨滅嘅生命意志。木蘭姓乜？係咪漢人？有冇攞過勳章？其實已經唔重要，只要人類仲面臨戰爭、束縛同責任，木蘭嘅故事就會繼續寫落去。人類觀察課為你帶嚟唔同嘅人類故事，分析人類種種嘅不同心理面貌，觀察人類不為人知嘅陰暗面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哋嘅頻道，記得俾 like、分享、留言，當然仲要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。